去年年底，有一张6到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权比例的图在网上引起热议。图表显示，很多地方的方言正在退化，其中吴语的使用比例最低，而苏州话的使用在吴语中最低，仅为2.2%。虽然这张数据图来源的文章和研究方法目前还不清楚，但也让大家对方言的传承有了更多的思考。日前，记者就此话题做了采访调查。现在我们老苏州的第三代都很少就是讲苏州话的，一上学、上幼儿园、上小学都跟着老师讲普通话。但是苏州呢，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语啊，那个叫吴侬软语啊，那个讲起的那个味儿听起来是特别好听，哎，特别好听。我是南京人，我来苏州工作已经10年了。我喜欢听苏州话，但是，听得懂，但是还不会说。我是辽宁沈阳的人。有听过我们的苏州话吗？听过一点点。怎么样？感觉？感觉就是我在公交车上有那个苏州话的报站嘛，感觉有一种南方的感觉吧，就跟北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比较娇柔一点。我上海人，对。听过我们苏州话吗？听过啊，你好，你好。苏州话感觉怎么样？苏州话感觉很好啊，感觉上很优美，因为这个苏州话，有当地的那个戏曲叫评弹嘛，所以苏州话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上海人来讲比较浓，比较糯。因为我们家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然后在家里也是讲苏州话，但是在学校里就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弘扬苏州话，让小朋友像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继续把苏州文化发扬下去。从幼儿园开始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学苏州话，就是觉得就是苏州人嘛，就是要多讲点苏州话，不然的话就不能叫苏州人了。采访中的学生叫秦艺蕊，是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3年级的学生。因为从小苏州话说得很地道，上中班的时候参加了苏州电视台举办的童话吴语大赛，并受邀参加了苏州电视台推出的《诗滨聊斋学说苏州话》栏目，让他越发对苏州话有了更多的热爱与自豪感。他也是学校苏州话社团的骨干成员。采访当天，他与社团成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网师园，唱起了苏州童谣，用他们的童真童趣为苏州话的传承贡献了力所能及的力量。酥酥嗲嗲的童音，软软糯糯的苏州童谣，在有着浓郁苏州韵味的古典园林里回荡，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的驻足。苍实小的学生们毫不胆怯，上前与外国游客们热情地互动起来，做起了传播苏州文化的小使者。他喜欢他们小孩子用的这些刚才用的一些乐器啊，包括他们用那个当地方言，竟然能唱出这么漂亮、那么动人的歌，他觉得非常开心。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所用的手上这些鼓啊、手鼓啊这些乐器，然后他觉得这个方言唱出来的歌呢，特别的那个委婉。中国的一些文化很多东西在流失，包括这个方言也是在内，很多东西在流失。这个其实也比较遗憾。作为我们来说，就是最好就是能够极力的去维护它啊，去保护它，去保存它，尽可能的把它保存下来。这毕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说现在推广普通话的，但是觉得就是地方的语言啊，都是需要被保护的。我们是希望这个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语言能够传承下去的，所以学校成立了这个苏州话的社团。那另外我们在这个每周的那个红领巾电视台上也会穿插苏州话的节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论是沧浪实验小学的苏州话社团、田家炳初级中学的姑苏文化课程建设，还是相城区元和小学的小吴语社，让孩子们学习地道的苏州话，提升他们对学讲苏州话的兴趣，感受传承苏州文化，已经成为苏州众多学校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据悉，2014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为主题，在苏州合作举办世界语言大会。为展示巩固世界语言大会成果，宣传介绍世界语言多样性，教育部、国家语委会
同江苏省和苏州市建设了世界语言大会展示馆、语言文化研习体验馆。该馆于2016年6月15号正式开馆，游客可以在馆内听遍各地方言，留住乡情。苏州市已连续9年大市范围举办3话比赛，组织寻找吴语小传人暨苏州少儿吴语故事童谣大赛。2012年启动的苏州话保护工程，苏州话进入试点幼儿园、中小学课堂，编写苏州话教材，成立苏州方言培训中心等，建立山歌、昆曲、渔歌等苏州口头文化语料库，这在跟同级别城市中相比，都走在了前列。我们深信，苏州在语言文化保护上会继续前行。我不是苏州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听苏州人说话。我是苏州人，我欢喜讲苏州话。我是南京人，我喜欢听苏州话。我是天津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听苏州话。是我三朋友，我也讲苏州话。只要到苏州一个地方来生活，希望大家侪要讲下苏州话，拿河南语传承下去。